比讲中学的学生来到崇学国小，发现大哥哥大姐姐对4年级在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为期1礼拜的英语讲故事活动。Green. Green. Evie has a big grin on her face. Evie has a big grin on her face. 因拢是今年录取大学的高三学生，利用有限的时间讨论内容，制作 PPT、道具练习英语，甲发现会当甲小朋友互动的活动。我们带他们，我们用就是演戏的方式，然后讲了一篇故事，然后也带他们讲了一些，也让他们教了一些单字啊，然后一些家具，然后还有带他们玩游戏。一开始蛮不适应的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么多就是这种比较小年纪的小朋友做交流，但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们有点活泼，所以没办法驾驭这样子，但久而久之就我觉得就是慢慢学到怎么跟他们做交流啊，怎么教他们做一些事情，但其实他们都很乖，都听得懂，就是我们在讲什么。对，这一群小孩子是我从他们高一甚至国一的时候就认识的孩子，那在毕业的前夕，学校有这个活动，那以德光呢是以敬天爱人，希望可以爱人的这一个主旨，然后他们来做这个传承大手牵小手，然后我就把这一群小朋友抓起来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说故事给小朋友听，那这样是一个对于社会也是一个社区服务。这群学生将因家己伫学校6年来所学的知识，前往学校做社区服务，非常的难得。学校给因一个足大的肯定，也表示伫毕业进前会当做这款有意义的任务，是因上赞的毕业礼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